月17日，苗栗太埔农民伫开泰吉兰太土种野古狗，伫800风灾就喺满1周年之前，台湾原住民部落行通联盟安布亚未为伫开泰吉兰太土种野，提出反北迁、反分化、束缚影响让三态诉求，而表态对政府800风灾古狗有众多嘅山口处事嘅不满，希望用行通串联在其嘅部落，呼吁政府爱重视部落重建，尊重原住民嘅集体权利。也从中央发通人性民言hand头嘅增加当中，也被发通原住民团体强调，政府伫风灾古狗重建中唔得将单一嘅情况，必定原住民爱离开本地生活嘅部落，促使原住民文化流失。针对风灾古狗，政府重建部落进度动慢，原住民团体希望政府做得更加维护部落嘅基础建设，本件要转到3等基础。